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數據圖像化，選取想圖像化嘅數字，係條件式格式設定，按管理規則，按新增規則，選根據期值格式化所有儲存格，係格式樣式選資料橫條，選擇鍾意嘅顏色，按確定，再按一次確定。當改變數字時，圖像亦會跟住變更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